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12月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到第6节，使徒行传第1章12节到17节，21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重建。重建是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的基础，就如同许多人，这个现代人喜欢说的打掉重练。学艺的人时常会经历一个过程，很类似。就即便是他的主修，他的课程已经修了非常久，也很专业了，一旦换了指导教授，就会经历到那种很多的概念、技巧以及音乐的诠释法，都会经历整个被打掉重练的这样的过程。能够经历这样被打掉重练的人，在音乐的表现上才有可能有一个全新的展现。否则的话，只是换了一位世界级的大师来的指导的话，所演奏出来的这种结果，可能也只是跟过去一样，看不出也听不到改变的结果。相同的，这个也特别是指着我们的信仰来说的。如果一个生命没有被拆毁重建，就永远只是原来的样子。很多时候人们很怕人去碰触自己的问题，也非常敏感，很容易对号入座，或是自己感觉被伤害。这样的敏感的反应常常会造成自己变成了一个刺猬型的防卫系统，也因为这样的防卫系统，生命就一直无法被拆毁而重建，没有改变。最糟糕的是自我感觉良好。以赛亚先知提到了耶路撒冷的重建，为什么耶路撒冷需要被重建呢？因为被拆毁了。虽然重建的原因是很不好的，因为圣殿是被异族给侵略、给毁坏，然后人民又被掳到巴比伦。但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，让这些原本因为背离上帝而被掳的以色列人，能够重新渴望得到上帝的保守眷顾，也期待着上帝的怜悯，救恩再次的临到，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到故乡，重整家园，然后来重建圣殿。不但是圣殿完全的被毁，更是他们在心灵上重新被整建，生命的被改变。以赛亚先知这样说：时候快到，上主要使这土地上的每株果树、每株植物都长得又高又美。以色列残存的人民都要因为土地的出产而夸耀，而觉得光荣。每一个还活着，上帝拣选留在耶路撒冷的人，都要被当作是圣洁的。主将凭着自己的力量审判这个国家，使他洁净。他要洁净耶路撒冷的罪过和在那里所流的血。那时，锡安山上，在大家聚集的地方，上主在白天用云彩遮盖他们，在夜晚要用烟火照耀他们。上帝的荣耀将遮盖保护全城，他的荣耀像帐篷的顶盖，
张开起来能挡住白天的炎热，使这城成为避难所，躲避狂风暴雨。每一个还活着的人都要被上帝给拣选，都要因为上帝的赦免的罪的赦免而当作是圣洁的，因为是上帝凭着自己的力量来审判我们，审判这个世界，而使我们被洁净了。以赛亚又重述了上帝在出埃及时的保守。他说，那时锡安山上，在大家聚集的地方，上主在白天用云彩遮盖他们，在夜晚要用炎火来照耀他们。他们的荣耀，上帝的荣耀将遮盖保护全城。他的荣耀像是帐篷里的顶盖，张开来就能挡住白天的炎热，使这城成为避难所，躲避狂风暴雨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追求的是被释放，能够脱离为奴的痛苦，但是他们需要愿意动，愿意被改变。所以出埃及在旷野的40年，就是他们即便是跌跌撞撞的，但是至少他们已经动了，离开了原来所住不太顺心的安乐窝，因为至少他们已经习惯在那边430年了。如今却因为一位他们不太喜欢的领袖摩西，然后就起来离开了。他们开始走上那一条漫长被拆毁、被重建的道路。所以他们在世界的架构下重建、重新被上帝来建造，一直到他们进入到这个耶路撒冷应许之地，总共花了40年的时间。虽然这个重新建造并不是非常完全，但是至少他们动了。重建最大的阻碍就是不动如山，这样就好。或说我们以前都这样子，或是有人会说，我们这样子还不是存活了几十年？甚至他们会说不必计划了，就按照以前的预算照 copy 过来就好了，是吗？我们是否真的预备好要迎接新的耶路撒冷这样的应许？或是我们只是拿着刀，期待的下一个更大更新的蛋糕开始瓜分？瓜分教会，这里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耶稣基督被钉死以后，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经常的同心合意的祷告。在经历这么大的一些挫败之后，他们真的被圣灵给改变了，他们的生命完全的被圣灵给重建了。他们不再躲藏，不再逃避，如今要聚集在一起。他们重新思考，选择一位替代这个犹大的使徒，并且也同时确立了他们要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每一个人的心，求你指示我们这2位当中哪一位是你所拣选的，来取代这使徒职分的。这职分犹大已经舍弃，到他该去的地方去了。
因着他们的信心被拆毁，如今又被重新建造，因此也开始建立了初代教会。教会就是被建立在这样的信心重建的磐石之上的。诗篇72篇第1节到第7节，18节到19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把公正教导君王，求你赐给王子你的公义，这样他就会以正义治理你的子民，以公道对待被压迫的穷苦人。愿全国享受太平，愿全民共尝正义，愿君王以公平维护穷苦人，愿他救援疲乏无助的人，并打击欺压他们的人。只要太阳照射，月亮发光，愿你的子民永远敬拜你。愿君王像雨下在草原上，像甘霖滋润大地。愿他在位的日子正义伸张，在有月亮的岁月国泰民安。要颂赞上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唯有他成就奇妙的事，要永远颂赞他荣耀的名。愿他的荣光弥漫大地。阿们，阿们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愿意重建与你的关系，让我们的生命被重建成为上帝圣灵的圣殿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